你好，提防地產股配股。當日見到新地差唔多想衝上150蚊田，好真係怕地產股會出現配股。最後當然冇發生。市場有配股嘅公司，包括有屬於工業股嘅建滔去配售建滔積層板。新地印象中配股次數唔多，可能係10年先會有一次，呢啲實屬係正常嘅情況。假設你係財務顧問，當然你要考慮嘅東西會好複雜，當中包括咗現時公司處於咩估值、市場嘅資金成本、當攞到資金時揾項目嘅預期回報等。而家我持有嘅新鴻基股權冇任何嘅變化，屬於非常重倉。我當時希望喺150蚊附近會作適當嘅減持，換取一啲中美嘅股票。唔知道新地會唔會早過我出手？個老太就曾經係80蚊積極咁增持。呢個最懂新地嘅人已經話咗俾你知，新地嘅地板係80蚊。我唔知道呢啲樓市嘅逆轉週期能夠維持幾耐。我希望唔使估，因為估得越多，錯就只會越大。